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，咱都再一次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主愿，感谢你，感谢主你的看顾甲保守，互阮出日落雨是主所定。只要是互主你的旨意来得成的，阮拢求主你来引带甲赐福。但愿恳求主你的神也看顾阮，互阮伫今仔日个礼拜中，伫圣神的做工内底，会当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准情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伫今仔日要透过撒母耳下卷第7章第1节到14节的经文来互相分享，互相来勉励。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撒母耳下卷7章第1节到14节，伫每一个读旧约的兄弟姊妹来讲，拢知影讲，这段经文是非常要紧的经文。这段经文，咱会当跳做几下个礼拜来做分享。总是伫今仔日，牧师要将重点来放伫耶和华透过先知拿单来向大卫所讲的一句话，也就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咱有看见，约略差不多伫第9节的所在。无论你去叨落，我常常甲你伫地。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，咱看见着第9节，我常常甲你伫地。这个要紧的应允中间，上帝的慈爱一直无改变，互大卫会当真要紧去活出荣光来荣耀上帝。我想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，一个真要紧的信息，就是互咱看见着大卫，伊伫伊的一生中间。伊知影讲上帝甲伊伫地，所以伊嘛真认真来甲上帝同行，也就是尽心、尽力、尽性来听上帝。透过安尼来，互伊伫顺服的信仰中来领受着大大的祝福。我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，若有方便来拍开你的圣经，或者是你手机啊，会当甲伊转去到伫台湾圣经公会的网页。咱三角来看撒母耳下卷7章第1节到14节。咱做礼拜的时阵，牧师再一次强调，真盼望咱会当早家己的圣经来甲圣经拍互开，咱做伙来看撒母耳下卷7章第1节到14节。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，我想拄则咱的师会贾七师带咱大家读了真熟，圣经嘛读了真清楚。伫最近即几礼拜内底，咱通过大卫的故事，咱会当真清楚知影讲，耶和华的同在，来成做大卫真要紧的记号。因为大卫即前40年的岁月内底，若假使讲无上帝的同在，伊就无才调，向伊的囝所罗门王会当建立有80年黄金的时代。总是伫即个过程内底。咱看见着撒母耳下卷第7章，拿单来将上帝的应允来带互大卫，意思就是讲大卫伊的家要永远来做王，通过安尼来代表上帝的同在，一直来甲大卫的家永远相隔伫地。总是对着大卫来讲，这个信息、这个应允是建立伫伊对上帝的顺服内底。所以伫顺服的中间，咱看见着讲列王记、历代志，这个经文拢记载，犹大这个百姓因为因的生活愈来愈堕落，至到伫主前586年，互巴比伦来消灭。但是互巴比伦消灭进前，这个百姓拢一直认为讲，就算阮都怎样歹，阮都怎样恶。上帝拢无可能甲阮毁灭，因为上帝有甲阮应允，大卫的家要永远徛起来做王。所以当主前586年巴比伦来的时阵，以色列百姓因无法度去接受，嘛开始质疑，
到底这个上帝所讲的话是毋是真的？总是伫今仔这个经文嘛，正做伫先知，尤其是南国的先知，主政第8世纪者的先知，一直咧强调一个弥赛亚的信息。所以，咱做伙来看今仔这个经文第7章的12节。第7章的12节，我想咱以后伫先知书，或者是包括圣诞节的时阵，咱拢会讲到的一段经文，就是伫撒母耳下卷7章12节讲：到你的日子已经满，你甲你的列祖三甲困的时，我要设立你所出的后裔来刷接你，我也要坚固伊的国。百姓拢掠做这句话，就是大卫的家要永远徛起，总是毋知影讲上帝的管教由远来临到。等下到伫今仔这个经文，咱对第1节开始看的时，一开始就甲咱强调，大卫伊真认真对上帝有旨意，所以上帝伫这中间嘛向大卫有交通，因为大卫真期待讲，当伊会当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，伫遐开始建国的时阵，伊望会当帮上帝来起一个圣殿。总是伫这个代志顶面，上帝透过拿单来去取消大卫的念头，因为大卫并毋是上帝安排要起圣殿的人。为什么大卫袂当起圣殿？伫历代志上卷22章都有甲咱交代，因为大卫伊杀过真侪人，拍过真侪的战争，总是搁较要紧的，是来提醒大卫，人的念头毋是上帝的念头。通过安尼，咱会当去真清楚来明白，上帝伫这中间来甲大卫有互动，有真亲密的关系。所以上帝来甲大卫讲，我要祝福你，我嘛要应允互你，我嘛要保护你，我嘛要眷顾你，甚至应允大卫，要互伊会当大有名声。透过安尼来互整个大卫的执政达到非常荣耀的一个时代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讲到这的时阵，咱的头壳内底就的确会当去想起着，咱伫前一站，咱伫查经班常常咧讲，创世纪12章第2节到第3节，上帝甲亚伯兰应允讲，我要互你做子孙，我要互你拥有土地，我要互你建立一个国，然后互你大有名声。祝福你的，我要祝福伊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你。万人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。咱看起着讲，上帝对亚伯兰的应允一步一步咧实现，到家伫大卫这个时代，上帝要互大卫的名做大，进一步会当看起着讲，众人要因为伊来得到福气，因为上帝通过大卫的执政，互百姓会当安居乐业，国家社会繁荣昌盛。通过安尼会当来做一个记号，就是上帝并无离开大卫，这款的稳定来成做大卫的家永远做王一个真要紧的应允。总是伫今仔日个经文的后半段，咱看见着对13节到14节，虽然大卫的家要做王，总是伫这个背后，咱会知影讲上帝的同在有包括管教甲处罚。伫圣经的内底，若讲起着管教，这就是要来延续应允的内容。透过安尼，咱的确会当去明白上帝的恩典甲怜悯，永远甲大卫的家同在，因为上帝的疼是永远无煞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这个经文内底，我想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记号，因为伫今仔这个经文内底，咱毋干那看起着讲大卫的家要永远做王。如果咱若从圣经对旧约到新约来看的时，上帝竞选亚伯兰，到伫撒母耳的时阵来竞选大卫。大卫的家要成做弥赛亚的时阵，这个意义盖在伫接续
要到伫新约的时代，有耶稣来延续大卫的位置。这个弥赛亚就是到后来耶稣一直咧表现出迄个罗卜的迄个款式。所以到伫保罗，咱看见着这条线一直上帝咧扣来到伫咱的中间，到伫今仔日，这个信仰、这个应允来成做所有信义的人的一个救恩。总是咱倒来到伫今仔日的圣经来看的时阵，牧师真意爱甲大家三甲来分享旧约，其中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就是伫旧约的内底，咱爱知影讲有两粒山是真要紧的一个记号，一粒就是西奈山，另外一粒就是锡安山。西奈山所代表的是律法，锡安山所代表的是恩典。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，大卫伊所代表是锡安山的传统，嘛是整个伫南国的先知，也就是伫主前第8世纪、第7世纪，遮南国的先知一直咧强调大卫的家要永远做王的一个约定。这个约定就是要来强调上帝的听永远无改变。大卫的后代要做伙去经历着诗篇23篇第6节所讲的恩典甲慈悲，的确对咱到一世人。所以照着圣经的记载，照着圣经的形容，咱会当真清楚看见着大卫是一个顺服上帝的君王。请咱大家注意，大卫的成功是顺服。列王记上卷第2章，甲咱讲，大卫要过身之前，来甲伊的囝所罗门叫来到伫门床边，特别甲伊交代，你着爱趁上帝的话。如果你拿手头摕华语的圣经，会当看见着讲，大卫交代所罗门要顺服上帝的话，因为若趁上帝的话，你伫你国家就会当事事亨通。你若趁上帝的话，整个的国家社会就的确会当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总是伫顺服的变过来的解说内底，就是管教。因为人无顺服，上帝要管教。伫今仔这个经文14节内底，咱看见着讲，上帝要来做大卫的老爸，大卫要来成做上帝的囝。今仔日若犯罪，上帝要用人的管、世间人的鞭来折毒伊。当来到伫犹太人的传统，那如果咱在座的兄弟对犹太人的教育有研究，就知影讲，原来这句话意思就是爸囝对犹太人是一个血脉相传的一个连接，囝的成功失败，拢甲老爸有关系。所以犹太人因认为讲，袂当互老爸见笑，所以老爸就要认真教导囝儿，袂当互囝做歹代志来侮辱家己的命。所以咱若对犹太人教育这款的概念有认捌的时阵，咱今仔日咧读14节，就会当去明白，原来上帝无爱互大卫的后代无顺服上帝的话语的时阵，伫遐为非三者来侮辱上帝的名，就是上帝对大卫的家有期待，会当伫未来会当荣光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那安尼的时阵，14节，咱转来看第8节的时阵，咱就会当真清楚去知影讲，原来上帝咧甲大卫讲，我对羊巢中伫你伫趁羊群敬你。上帝伫即中间甲大卫讲，是我敬你出来做以色列的王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今仔日是我敬你，所以大卫伫上帝的管教内底要荣光上帝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大卫伫上帝的面头前，上帝绝对负责任。
互伊会当伫上帝的旨意中间来活出上帝的恩典。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因为大卫伫伊的生命内底，会当看见着讲大卫伊尊主最大，伊的顺服，互伊来得到上帝的悦纳。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，咱看见着讲，当上帝甲大卫讲，我要常常甲你伫地，咱爱去想，当上帝常常甲咱伫地的时阵，这就是咧提醒大卫，今仔日上帝的确要永远甲你同行。上帝要永远甲你做伙同行，通过安尼，大卫你爱记得对上帝的立志，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听主上帝。透过听上帝，会当伫日常生活中来挖靠上帝的权利。我想通过今仔日个经文，咱做伙来思考。咱做伙来勉励，等来到伫咱的生活内底，上帝同在，上帝常常伫地是啥物款的意义？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再一次来提醒咱，也是咱最近一直透过大卫的故事来提醒，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听主上帝。咱来确信，上帝无离开咱，上帝甲咱相同行。但是，要怎样互上帝会当甲咱相同行？通过大卫的咧，的确看见着一个谦卑的形象。总是正做咱台湾的基督徒来讲，咱爱去了解的是，怎样甲上帝同行的时，这个问题的本身是爱倒来到伫听上帝迄个起点，好好去想。特别咱伫台湾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无亲像伫国外共款是基督教的国家，但是上帝透过真侪宣教师来到伫咱的中间，来成做现今基督徒的一个典范。这个宣教师伫因顺服上帝的信仰内底，人若欠缺什么，宣教师就奉献什么。宣教师看见着台湾的百姓欠缺性命，因就奉献性命；看见着人欠缺三听，因就伫三听的中间来奉献出。我想伫今仔日拄啊好，咱的中华基督教病院的财团法人园林基督教病院伫咱的中间。讲起着中华，咱就一定会想到咱大卫医师这对爸仔囝。这对爸仔囝伫中华的服务甲帮衬，影响真侪中华在地的人。我想伫今仔日个泡沫文内底，牧师要介绍这位叫做小兰医生，伊是中华基督教病院前的院长。对1954年开始，伊将近有28年的时间来做院长。小兰医生，伊从细汉就出世伫中华，伫台湾来大汉，甲台湾囡仔做伙来成长，所以伊若敬拜转去到伫英国，也是看见着家己的国家的同胞来到伫台湾，伊拢自称家己是台湾囡仔。就算伊退休，转去到伫英国，伫伊徛起的门口的住所的门口，犹原伫门口的牌仔顶面写 Formosa。伊真热爱台湾的食物，所以伫伊要过身之前，伊一直亲孝念台湾这两字。伫小兰医生一生的中间，伊交代讲爱照顾送乡的人。所以这张相片是中华基督教病院真要紧一个形象，就是小兰医生常常骑着脚踏车去到伫病者的厝里，伫遐来诊疗，伫遐来照顾病人，甚至冬天要去看病人的时阵，烦恼讲这个助听器是毋是伤冰伤冷，伊就先将伊的手捂好烧，然后才将这个
听诊器来放伫病人的身上。伫1980年，小兰医生退休的时阵，中华基督教病院要互伊有退休金，总是伫即中间，小兰医生拢拒绝。小兰医生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：我甲我的爸爸真感谢台湾人，会当互阮有服务上帝的机会。阮的一生拢感觉真充实，教育无欠缺。阮感谢主，互阮会当来到伫台湾奉献。我想，咱的教会嘛受到宣教师真大影响。无论是北部的马街、南部的巴克利，或者是咱今仔日所熟悉中部的小兰医生。我想透过这段期间，牧师有介绍真侪宣教师，互咱大家熟悉的详事。牧师真期待讲，咱会当去感受上帝甲这宣教师同在，特别就亲像小兰医生，甲上帝的对上帝的听，落实伫生活，落实伫宣教的使命内底。等下到伫咱的生活的时阵。咱毋是要问讲上帝敢有甲我三角同在？等下到伫咱的生活，是颠倒咱爱去思考，咱敢有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听主上帝？咱是毋是有谦卑来甲上帝相同行？各位兄弟，咱的性命无一定爱亲像大笔共款，遐尼啊胜利，遐尼啊光彩。咱的性命嘛，无可能亲像咱大笔医生、爸仔囝牺牲奉献遐尼伟大。但是咱会当亲像大笔，咱会当亲像咱医师爸囝，因迄款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听上帝的信仰，求主来成做咱的帮助。当上帝拣选咱成做基督徒的时阵，咱毋通要急进，咱是要荣光上帝的名。当上帝拣选咱的时，咱是要来顺服伫上帝的话语内底，来活出见证，通荣耀上帝。毋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伫圣神的引带内底，有上帝常常甲咱同在，会当谦卑甲上帝相同行。那安尼的时阵，的确咱就通经历着上帝甲咱三角之地的稳定甲喜乐。三角来祈祷，听我的主愿感谢你，感谢主你的引带，通互阮对大笔，或者是咱医师爸仔囝，因的信仰的典范来成做阮的提醒。嘛，互阮所有兄弟姊妹会当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听主上帝的时阵，通互阮来经历着上帝甲阮三角同在。愿主你来保守阮、看顾阮，因为当阮来成做主你囝儿的时，阮的确爱荣光上帝你的圣名。愿上帝你来引带，互阮伫日常生活内底会当常常为主做见证，直到主过来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